旅程嚟到第3日啦，今日咧主要咧就係搭高松市裏邊嘅琴電咧，就走訪呢個高松一轉，會去四國村啦、栗林公園啦，同埋高松城。而家行緊呢個高松城咧，已經有超過5個世紀嘅歷史㗎啦，喺1590年建成。呢條就係高松城嘅護城河。護城河咧係連接住瀨戶內海嘅，所以你可以喺護城河裏面咧見到一啲海魚。呢個水門咧，佢可以直接打開，跟住啲海水就會灌入，咁就形成一個天然嘅屏障。高松城以前咧係一個水上城堡，有呢個水上皇宮之稱。不過咧，而家因為城市化發展咧，已經係被填平咗。我去咁多日本嘅城堡咧，雖然呢度咧未必係最靚，佢呢啲遠景咧都值得欣賞嘅。寧靜得你一個，慢慢咁坐喺度欣賞下，放鬆下。咁喺呢座水手御門裏面呢，亦都有一啲高松城嘅遺跡，咁可以俾你去認識佢當中嘅歷史。而家日本呢，有唔少城堡呢，其實都已經非常之現代化，例如呢係裝一啲電梯啦、電視機等等㗎。咁有時呢，真係覺得有啲失真。但係呢座水手御門呢，盡量還原當時嘅風貌，俾你去沉浸式咁去感受高松過往嘅輝煌。栗林公園，我嚟到呢個栗林公園啦。呢度咧有75公頃咁大，係有3個幾維園咁大。啱啱就喺我身後呢間咧花園亭嗰度咧，就食完個烏冬，紅豆年糕咁嘅嘢，勁大嚿。行下呢個栗林公園。以下落嚟呢，就用半分鐘嘅時間同大家一齊去聆聽一下呢一個栗林公園，希望大家喺煩囂嘅生活裏面都得到一絲嘅平靜。這裡那個山。呢度呢就係菊月亭，應該係最多人打卡、網紅打卡點，非常之美麗。失禮，除咗鞋先知道原來佢對襪穿個窿。雖然我對襪係穿咗個窿啊，但係我都要話俾大家聽，呢度有一個好正嘅體驗，就係買茶叉嚟飲嘅。你睇我飲得幾疏乾？呢個似好多 app 啊 ，National Geographic 同你隻激超大型生物。超大隻啊！上網睇翻呢隻雀呢，原來叫做蒼鷺，主要呢就係分佈喺歐亞大陸同埋非洲嘅。喺香港濕地公園呢都可以揾到佢哋嘅蹤影噶。其實我都唔知自己當時做緊乜 care，點解會咁樣拍呢？我都唔好明。我而家身處呢一度呢，就係香川縣嘅工商獎勵館啦。香川縣呢出咗名就係物產好豐盛，呢啲原材料全部呢都創造咗不同嘅文化啦，同埋佢哋嘅生活，所以咧就造就咗佢哋好多傳統嘅工業。例如呢度展出一啲風箏啦，跟住可能有一啲瓷器啦。呢度咧都有一啲工藝品嘅一啲攤檔，多人可以嚟睇下。其實都而家嚟到呢個琴平屋島，仍然係冇人嘅。哇！怪談實錄又要開始啦，係咪？以前屋島山咧係可以坐纜車上去，但係似乎咧冇乜人搭啦，加上日久失修啦，佢已經係荒廢咗。裏邊係點嘅咧？裏邊都仲好新淨嘅喎。聽翻啲資料咧，都話咧呢架纜車咧係1928年就開始用到我出世嗰年04、05年咧就冇再用落去啦，即係廢置咗，已經20年啦呢度。
搭嘅人已經好少啦，跟住咧呢一個觀光景點嘅吸引力咧已經唔再存在，所以佢就廢棄咗。而家就得翻呢一個位置喺呢度，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可以認識到佢嘅歷史，反映咗某一啲鄉郊地方佢哋嘅旅遊業冇得繼續經營落去，或者缺乏咗一個可持續性嘅一個現象。嚟到呢個四國村啊，好靚啊嗰啲裝修嚇，我係再一次呼籲嚇各位大學生真係一定要把握時間去旅行，因為呢一度咧好多博物館啦，或者外國好多博物館咧，大學生係有優惠。而家呢度咧，如果大人咧就1600蚊，大學生咧就1000蚊，又平咗600円，所以你加埋埋咧，如果你去多幾次咧，其實慳幾千蚊嘅。所以大家要把握機會，攞盡大學生嘅着數。By the way，其實呢個四國村係睇咩嘅咧？佢咧就係將所有咧嗰啲有形文化財啦，嗰啲重要嘅文化遺跡咧，就全部搬晒過嚟呢度。咁有啲就係德島搬過嚟啦，有啲係高知搬過嚟啦，可以一次過睇晒成個四國係咩面貌啦。其實主要係一啲建築啦，或者係佢哋嘅一啲傳統工業啊，譬如醬牛廠啊。哇，好驚啊！我要行呢個，有咩要注意啊？哇，點行啊，大佬？得唔得？行唔行得㗎？其實係咪示範嚟㗎咋？你睇下，我完全係成個人都攝到落去咯，好驚啊！而家 OK， 專業嘅。我覺得只要兩隻腳咧，其實佢都哇，見到啊！木咧，我想講咧，佢真係企唔到一隻腳。大家嚟嘅時候咧，即係如果真係要行啊，千祈帶好啲嘢。我過咗嚟啦！啊，邊個天才諗出嚟噶？啊，當我試出啊，到我唔知講咩，希望我啲片有影到有幾恐怖啦，成件事。因為佢咧嗰啲木條係勁幼啦，跟住咧你望住下邊啲水咧，都不期然有啲壓力，同埋你隻腳咧，因為我隻腳都唔細嘅，但係咧你踩到嗰啲木度咧，你感覺到咧，其實你有半隻腳唔喺啲木度咯。不過推薦成功 OK。我唔知講咩啦。吉野家住宅。佢係咪整牛肉飯㗎？呢度探險都幾好玩，全部都係竹林，前面有瀑布，聽唔聽到瀑布嘅聲音？呢啲係古民家，隱居園，陶淵明啲 friend 係咪？哇！呢度咧係講關於建築嘅故事啊，四國周圍啦嘅建築物咧一磚一木咁樣拆卸，跟住咧就喺呢度起翻出嚟。呢啲罐咧就係喺德島嗰邊搬過嚟嘅一啲藍染嘅桶啊，一啲嘅甕啊。嗱，就好似我身後咧呢縫牆咁咧，就喺小豆島搬過嚟，因為小豆島咧好多野生動物，啲居民會起縫牆嚟阻住嗰啲動物，等啲農作物就唔好受損，佢哋就成縫牆搬咗過嚟。呢碌松木杉都幾特別嘅，佢話咧如果火燭嘅話，啲人會擒上去，跟住咧就睇下個火勢點啦，跟住咧就嗌人走，喂，快啲走啊，火燭啊咁樣。呢度應該就係山上面最後一間屋啦，咁我都睇完啦，睇完嘅感受咧就係咧都好欣賞佢哋職人嘅一啲 spirit， 嗰種精神，真係一磚一瓦一土一木咁樣搬過嚟呢度做一個好似藝術啊文化嘅一個展覽啦。可以傳承到呢啲咁重要嘅文化遺產啦。咁佢哋真係好有心，同埋真係好完整地還原咗，唔單止係個殼，連裏面嗰一啲嘅家私啦，或者當時嘅生活一啲模式啦，佢都盡量去還原。所以呢個我好記得咧，呢個博物館嘅出口有一啲介紹，包括呢個博物館嘅一啲理念。21世紀嘅我哋，只要拎起手機就可以得到任何嘢。但係我哋就唔記得咗祖先嘅生活方式，留俾我哋嘅傳統智慧，同埋最重要嘅幸福感。原來建築唔單止係一個空殼，而係承載住回憶同埋智慧嘅傳承。
睇完呢個博物館之後，我有好大嘅感觸，因為上年屋企要放棄一個物業，我喊咗好耐。我喺呢個屋企成長，最值得珍惜嘅童年，亦都喺嗰度度過。即使再大、再舒適嘅屋企，都冇辦法返到去嗰啲嘅時光。一切都只能夠喺腦海裏面細味。開始見返啲遊客啦，呢度上到屋島山啦，好多台灣啦、南韓嘅團啦，所以多返啲人都好嘅，唔使成日好似死城咁。呢度咧亦都係我琴日講過嘅88個靈場嘅其中一個嚟嘅，呢度就拜第84號，即差唔多去到最尾嗰幾個噶啦。主要係拜呢個不動明王嘅。喺出邊咧，仲有好多鋪頭。呢個屋島山有個大笪地咁樣嘅嘢，全部都係賣嘢食。呢個係中華拉麵，OK 嘅，都好唔錯，最緊要夠熱。呢度雖然咧就唔係好高啦，但係咧都望到晒成個高松市，同埋望到瀨戶內海幾個小島。呢個應該係我目前為止唯一見過嘅有啲現代感嘅建築物，可以睇到好多藝術品啊，可能一啲都係風箏，呢度有好多風箏，可以俾大家睇下。經過走走趯趯買完對鞋之後，終於都食晚飯啦。今日要食呢個。早晨，而家嚟到呢個高松港，今日準備去小豆島。點解我揀小豆島呢？係因為個 JR Pass 係包埋個島裏面嘅，所以咧就揀咗去小豆島睇下有啲咩藝術啊，或者有啲靜啲好文青嘅地方可以介紹俾大家。OK，let's go。大家如果搭船去小豆島咧，一定要留意佢有分高速船啦，同埋普通 ferry 嘅。咁咧 JR Pass 包嗰個應該係普通嘅 ferry， 佢時間都會有啲唔同。咁如果搭長途嘅 ferry 咧，就應該係大約1個鐘啦。高速船咧就大約半個鐘，即係個時間係1倍咁上下。上船，我一齊睇下隻船係咩樣。哇，都好正喎，空間係好闊。我覺得最正嗰個位咧，同埋同澳門嗰啲船唔同嘅地方咧，係嗰啲窗好大隻咯，即係好少渡輪啲窗係咁大隻，同埋都幾清楚、乾淨啲玻璃。咁你可以睇晒成個瀨戶內海嘅景色。因為自己唔使咁樣出嚟嘅，打開個口，裏邊有船，唔係裏邊有車，有旅遊巴。小豆島終於都到啦！哇，睇住巴士，架巴士到啦！小豆島都有好多巴士線嘅，巴士站嗰度咧，大家可以影一影先，咁都好清楚，咁就可以跟住條路線行。Hello， 呢度就係映畫村啊！呢個映畫村咧係紀念一套電影嘅，咁就講述咧一個 Miss 同佢12個學生嘅一啲經歷啦。個故事嘅背景就發生喺日本面臨一啲戰爭嘅時候，咁所以咧其實呢套電影咧係希望世界和平啦，唔好再有戰爭嘅。
咁咧就一齊睇下呢個環境，好靚，好舒服。呢度咧佢係還原咗當時電影拍攝嘅一啲場景。但係呢度咧都幾隔涉㗎都。如果咧你唔係對呢啲好有興趣，或者對呢啲文化好想深入去了解嘅話咧，可能你揸車都未必會入嚟，因為我搭巴士都搭咗差唔多成個鐘先入到嚟呢個好山卡拉嘅地方。但係我覺得係好值得睇嘅呢個。咁我哋而家一齊入去睇下。呢間小木屋裏面咧都會定期播放24支筒部分嘅片段嘅。24支筒1952年上映嘅一套日本經典電影，故事嘅背景設置於第2次世界大戰嘅前後。大石老師喺戰前被派往小豆島呢個窮鄉僻壤任教1年，佢前衛嘅形象同守舊嘅農村咧形成好大嘅對比。但係後來所有人都被呢個好有愛心、好守望相助嘅老師感動咗，12個學生亦都同佢建立咗好深厚嘅感情。無奈戰爭爆發，資源不足同貧窮造成咗第一輪嘅慘劇。後來戰事升級，部分嘅學生同埋大石老師嘅丈夫都被徵兵。後來大石老師收到丈夫喺塞班島戰死沙場嘅消息之後，相當崩潰。戰後重聚，12個學生裡面只有7個人生還。呢套電影展述咗所有人喺戰爭同埋貧窮之中嘅掙扎，以及故中嘅殘酷。希望世界再冇戰爭，彼此和平共處。入到嚟呢個課室咧，就好懷念以前呢啲小學雞嘅時光。即係呢張台咧要分界啦，做咩過界啊？你做咩過界？好簡陋咁，但係其實咧呢啲環境咧先係最有味道啦。喺呢啲地方生活先好似真係得到幸福。同埋有一樣嘢咧，你係感受到嗰個時代係充滿咗溫度啦，充滿咗美感啦，同埋充滿咗哲學。係啊，呢啲嘢都係你喺每一件家具啦，每一個細節裏面可以揾得到。戲裏邊呢個女主角就係坐呢個單車入村㗎，呢個就係教員室，望出去嘅書架同埋鐘。呢度咧亦都介紹咗咧日本電影最輝煌嘅10年啦，就係50到60年啦。戰後嘅時候咧，日本經濟咧開始咧收復翻啦，咁咧就引入咗好多外國嘅一啲拍攝嘅技巧同埋元素入邊。咁你見到啲 poster 咧，其實都好西化，同香港一樣啦。其實電影咧好多時咧都係反映緊一個時代嘅興衰啦。咁唔同嘅題材咧都會反映緊當時嘅社會狀況。佢呢度有個懷舊日本學生午餐定食，好似幾得意啊！你試。不過呢個24筒影畫村呢，巴士嘅班次真係好少好少嘅，可能講緊係2-3個鐘頭一班咁，所以大家我建議都係自駕遊咁樣嚟。両替が必要な方は停車中に乗務員にお申し付けください。我想講有件事好恐怖，我而家坐緊呢架巴士咧，係本來冇啦，跟住佢無端端出現翻啦，跟住都唔緊要。其實而家我上到山頂咧，就冇車落翻嚟㗎啦。我而家唔知我係玩緊命啦，定係我做咩會坐上呢架巴士？但問題係又有3條友。有3個後生仔坐喺我後邊，即係如果我嗰陣暈咗喺個山度咧，都應該有人陪。希望係平安嘅。哇！而家情況相當嚴峻啊！佢1630咧，最後而家影1600啦，頂！即係而家咧，我要上山，跟住即刻落山。嗰3條已經撇得咗我都唔知點走，已經冇巴士啊！但係出邊有單車，我唔知係咪要踩單車踩翻落去咯。或者講一講而家嘅狀況先。首先我而家咧已經好悶啊！我已經係冇巴士落去啦，已經係入咗個賊船啦。但係我包咗架纜車，
應該準備開啦。日本海、また小豆島連葉、見せ場やジョージガマズミなど珍しい動植物が自生する自然の宝庫でございます。大変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本日は三角形ロープウェイをご利用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三角形山頂まで4分50秒でございます。小豆島の最高峰、星名城は標高817メートルで、眼科渓の東側に連なる南北朝時代のお城の跡でございます。ここ三角渓は2500万年以前は火山でございました。噴火がより火山の岩石が長いと四季の雨や風にさらされるや四季それぞれの要因に染めます。この谷合には直径5センチメートルにもなる大型鳥、三角マンガンや日本猿、また小豆島連葉、見せ場やジョージガマズミなど珍しい動植物が自生する自然の宝庫でございます。最後落到山真係好唔好意思地要請呢啲工作人員幫手車返我落山，原來係好遠好遠好遠，係冇可能踩到單車㗎。雖然有單車，但係千祈唔好試啊！所以大家咧最好咧就早啲嚟啦，或者又係自駕遊啦。我覺得呢個地方啲巴士班次真係太過唔 friendly 啦，所以係啦，大家注意小心啲，唔好好似我咁換命。咁喺四國北部嘅第3同第4日嘅行程呢，就喺呢度結束啦。希望大家呢多多支持，繼續 like、share、subscribe 我嘅片段。我哋喺下一條片再見，拜拜。本來呢，我想返高松呢先食晚飯嘅，不過呢，見到啲人呢全部呢都會嗌個烏冬嚟食嘅，喺船上面啊，你一齊試下。如果大家嚟小豆島呢，準備返高松呢，喺船上面食烏冬，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